如果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你人生最想得到嘅係乜？有人會答錢，有人會答健康，亦有人只係想每日瞓得好。但我想你停一停，認真諗一諗，你有冇發現一件好奇怪嘅事？好多時，當你終於得到一直追求嘅嘢之後，你並冇想象中咁開心。升咗職，開心一星期；買咗新車，興奮幾日，甚至連拍拖都係。未追到之前，日日都掛住對方；追到之後，又慢慢覺得冇以前咁心動。到底點解？係唔係人天生貪心，定係我哋永遠都唔識珍惜？做咗20年營養師，我發現無論係減肥、控制血糖、戒甜品、戒宵夜，甚至改善睡眠，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共同敵人。好多客人坐喺我面前，都會講同一句說話：Moon，我明明知道唔應該食，但我控制唔到。以前我都以為呢啲全部都係意志力問題，直到我接觸神經科學之後，我先發現原來真正控制我哋行為嘅未必係理智，而係一粒微小到肉眼完全睇唔到嘅化學物質多巴胺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，一位營養師。每星期我都會用廣東話同你分享一本健康或者身心靈好書，希望用十幾分鐘時間陪你理解身體、理解自己。如果你都鍾意呢類內容，訂閱我，同我一齊越聽越健康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認為近10年最值得閱讀嘅科普作品之一《貪婪的多巴胺》。作者 Daniel Lieberman 係精神科醫生，同時研究腦神經科學。另一位作者 Michael Long 負責將複雜理論寫成一般人都睇得明嘅故事。我今日唔係想同大家做一本書摘要，而係想借呢本書解答一個可能困擾你一生嘅問題：點解我哋明知對身體唔好，仍然忍唔住食？點解明知應該早啲瞓，仍然不停碌手機？點解物質愈豐富，快樂反而愈少？如果你明白多巴胺嘅運作，你會開始發現，原來人生好多你以為自己做嘅決定，其實早喺你意識之前，大腦已經幫你決定咗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呢個系統本來係設計嚟救你命，但喺今日卻可能正慢慢消耗緊你嘅健康。一直以嚟，好多人都將多巴胺叫做快樂荷爾蒙，但呢個講法其實唔準確。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說話形容，我會叫佢追逐分子，因為多巴胺根本唔負責快樂，佢只負責令你想得到。英文有兩個字，非常值得記住：wanting 同 liking。wanting 係想要，liking 係享受。聽落好似差唔多，其實大腦將佢哋分得非常清楚。多巴胺只負責 wanting，至於得到之後，你係咪真係開心？嗰個唔係佢負責。舉個例，你經過一間麵包店，明明啱啱食飽飯，但聞到牛油香味，突然好想買。呢一刻開始，多巴胺已經工作。當你排隊望住啱啱出爐嘅牛角包，期待越嚟越高，多巴胺亦越嚟越高。終於買到，咬第一啖好味，第二啖正常，食到最後甚至開始有少少滯，但第二日經過，你又想買。呢個就係多巴胺，佢真正追求嘅從來唔係牛角包，而係即將得到嗰種感覺。所以當你不停買嘢、不停追劇、不停食甜品，其實大腦追逐嘅都唔係內容，而係下一次刺激。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專注力下降，因為社會每一分鐘都有人同你嘅多巴胺競爭。手機通知、限時優惠、社交媒體，全部都利用同一個原理，令你不停期待下一個刺激。而你會開始發現，真正令你攰嘅唔一定係工作，反而係你個大腦由朝到晚都冇停過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開始明白，多巴胺真正控制嘅從來唔係快樂，而係追逐。作為一個做咗20年營養師嘅人，我見過太多人將減肥失敗歸咎於自己。我意志力差，我忍唔到口。但老實講，我從來唔會咁樣睇，因為絕大部分人輸嘅唔係意志力，而係輸俾自己嘅大腦。你有冇試過咁？夜晚食完飯，明明已經好飽，突然睇到雪糕廣告，又或者朋友 send 咗張甜品相俾你，你開始諗食少少應該冇事，於是落樓
原本只係想買一杯雪糕，結果順便買埋薯片、汽水，返到屋企又打開 Netflix，一路睇一路食。第二朝起身又開始後悔。呢個循環好多人都經歷過。問題係真正令你想食嘅未必係身體需要能量，而係多巴胺已經提前開始工作。研究發現，當人見到自己中意嘅食物時，多巴胺並唔係等你食第一啖先分泌，而係由你見到、聞到，甚至開始幻想嗰一刻就已經急速上升。即係話，真正最興奮嘅時候唔係入口，而係入口之前。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好多時最好味永遠都係第一啖，之後滿足感一路下降，但下一次你仍然會再次想食，因為大腦記住嘅唔係味道，係期待。呢個機制本來係幫助人類生存。幾萬年前我哋唔知道下一餐喺邊，所以一見到高熱量食物，多巴胺就會叫你快啲儲存能量。但今日便利店24小時，外賣半個鐘送到，奶茶、炸雞伸手可得。然而我哋嘅大腦仲停留喺遠古時代，結果就出現咗一個矛盾：身體已經足夠，但大腦仲想要。呢個就係現代肥胖最大嘅原因之一。所以我成日同客人講，減肥第一步唔係戒口，而係減少刺激。因為每一次你不停刷美食影片，不停睇 food vlog，其實你唔知唔覺已經不停刺激緊自己嘅多巴胺系統。你愈睇愈想食，根本未開始減肥，已經輸咗一半。書入面有一句說話，我覺得值得所有想改善健康嘅人記住：多巴胺令人想要，不代表令人快樂。呢句說話解釋咗點解糖可以令人上癮。糖本身並唔係毒品，但高糖、高油、高鹽食物會令大腦釋放大量多巴胺。問題唔係一次，而係長期。當大腦習慣咗高刺激，普通食物開始變得冇吸引力。以前食一個橙覺得好甜，而家要珍珠奶茶先有感覺。呢個唔代表食物變差，而係你嘅大腦已經重新設定咗快樂標準。呢個現象神經科學叫做耐受性。簡單講，同樣刺激已經唔夠，所以需要更多、更加甜、更加濃味。呢個原理同毒品成癮其實用緊同一套系統，只係程度唔同。所以如果有人話我戒糖3日又失敗，我完全唔覺得奇怪，因為如果生活其他方面完全冇變，壓力一樣大，瞓得一樣少，大腦自然會重新吻合。最快令自己舒服嘅方法，通常就係糖。呢個亦係點解好多研究發現，睡眠不足嘅人第二日更加容易想食甜嘢，因為睡眠不足會降低前額葉控制能力，但同時又會增加多巴胺對高熱量食物嘅反應。所以你以為自己為食，其實好多時只係未瞓夠。呢20年，我越來越相信健康唔可以單靠飲食，因為一個長期失眠、高壓、情緒低落嘅人，好難靠意志力對抗自己嘅大腦。真正有效嘅方法，永遠係降低整體壓力，令血糖穩定，改善睡眠，增加蛋白質，保持運動。當身體開始平衡，多巴胺自然冇以前咁失控。所以健康其實係一個系統，唔係一餐飯。除咗食物，多巴胺最出名控制嘅就係愛情。你仲記唔記得第一次鍾意一個人嗰種感覺？手機一震，心跳加速，收到一句訊息，可以開心成晚。甚至對方明明冇做過任何特別嘅事，你都會不停幻想。其實嗰個令你神魂顛倒嘅，未必係對方，而係你腦入面嘅多巴胺。作者引用咗人類學家 Helen Fisher 嘅研究，熱戀期間大腦多巴胺活動非常活躍，因為所有事情都充滿未知。佢鍾唔鍾意我？今日會唔會約我？每一個未知都係多巴胺最好嘅燃料。但1年後、2年後，開始知道對方所有生活習慣，開始知道對方所有反應，神秘感開始消失，於是多巴胺慢慢下降。好多人去到呢一步，開始懷疑我係咪唔愛佢？其實未必，
好多時只係熱戀結束。書入面提出一個非常重要概念，愛情其實有兩個階段，第一個叫激情之愛，主要由多巴胺驅動；第二個叫陪伴之愛，主要由催產素、血清素、胺多酚等系統負責。第一種愛令你不停想見對方，第二種愛令你即使唔講嘢，坐埋一齊都覺得安心。可惜而家好多媒體不停將第一種感覺包裝成真正愛情，於是當激情下降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唔係經營關係，而係重新尋找下一段刺激。但問題係下一段一樣會經歷同樣循環，因為真正改變嘅唔係伴侶，而係大腦。所以作者最後提醒我哋，成熟嘅愛情唔係永遠保持熱戀，而係知道熱戀一定會過去，然後仍然願意陪伴彼此，慢慢變老。真正幸福嘅關係唔係日日都有煙花，而係煙花放完之後，仍然有人願意留低陪你過每一個平凡嘅日子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發現多巴胺好似唔係一樣壞嘅嘢。冇錯，事實啱啱相反。如果人類冇多巴胺，我哋今日可能仲生活喺山洞，因為每一次發明創業都需要多巴胺。作者提出一個好有趣嘅觀察，好多企業家、科學家、藝術家都有一個共同特質，佢哋永遠唔滿足。公司上市之後，又想做到世界第一，跑完馬拉松又開始報鐵人三項，外人睇好羨慕，但好多當事人並唔快樂，因為多巴胺有一個特性，它只獎勵追逐，不獎勵擁有。所以一個目標完成之後，多巴胺唔會拍拍你膊頭，叫你好好休息，相反，佢會即刻將終點再向前搬100米。於是你開始覺得要再賺多啲，再瘦2公斤。如果你一直都活喺呢個模式，人生就會變成一部永遠冇終點嘅跑步機。我做營養師時，遇過唔少企業管理層，佢哋收入高，事業成功，住好屋，揸好車，但身體狀況反而越來越差，長期胃痛、血壓高、焦慮，甚至每日都覺得好攰。我曾經問過一位客人，我問佢你最想要咩？佢答我，等公司穩定啲，我就會休息。1年後，公司更成功，我再問佢，答案仍然一樣，再等多1年。其實唔係佢講大話，而係多巴胺已經替佢設定咗下一個目標。所以我慢慢明白一件事，成功同幸福從來唔係同一件事。成功大多數時候係向前望，幸福好多時候係停低望。而現代社會最缺少嘅，正正就係停低。書入面其中一章，我覺得非常精彩。作者提出一個問題：點解好多天才同時都伴隨精神疾病，例如梵高，甚至好多創業家都有躁鬱症、思覺失調症、家族史。呢個現象，心理學研究咗好多年。作者認為答案同多巴胺有關。正常情況下，大腦每日都收到大量資訊，但只有少部分值得我哋注意。例如，你而家聽緊我講嘢，窗外可能有風吹，有車聲，但你大腦自動忽略咗，因為佢判斷呢啲唔重要。但如果多巴胺系統過度活躍，事情就會開始改變。原本毫無關係嘅兩件事，大腦突然覺得好似有聯繫，於是開始不停建立新連結。呢個能力正正就係創造力來源。藝術家可以將完全唔相關嘅概念組合成一幅畫，企業家可以由一個小問題想到一個改變世界嘅商業模式。所以創意本質就係建立新連結，但如果連結太多、太快、太失控，就可能由創造變成妄想。作者引用精神醫學研究指出，部分思覺失調患者並唔係睇到不存在嘅世界，而係將原本冇關係嘅資訊全部串連埋一齊。例如，街上一個陌生人望一眼，患者相信自己被監視，每一件普通事情突然變得極有意義。神經科學稱之為顯著性 （salience） 失調。多巴胺令所有事情都變得重要。所以
作者最後提出一句值得深思嘅說話：創造力同瘋狂很多時只是程度上的分別。呢句說話，我覺得唔係想浪漫化精神疾病，而係提醒我哋，任何一種能力，只要失去平衡，都可能變成負擔，包括多巴胺。所以真正健康，從來唔係愈多愈好，而係剛剛好。睇完整本《貪婪的多巴胺》，我一直都喺度諗一個問題：如果多巴胺咁重要，咁我哋係咪應該盡量降低佢？答案係唔需要，因為冇咗多巴胺，你唔會有夢想，唔會有目標，甚至連起身、返工、做運動嘅動力都可能消失。真正重要嘅唔係消滅多巴胺，而係唔好俾佢控制你。呢20年，我見過好多客人，有啲人一開始嚟我，只係想減10公斤，但慢慢傾落去，我發現問題根本唔喺體重，而係生活。每日瞓得5個鐘，早餐唔食，中午趕住去開會，夜晚9點先開始食第一餐正餐，返到屋企攰到唔想喐，於是叫外賣，食甜品，一路滑手機，直到凌晨1、2點先瞓。第二朝起身再飲2杯咖啡頂住。如果你每日都係咁生活，其實大腦根本冇機會恢復平衡。你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需要刺激。以前1杯咖啡就夠，而家要3杯。好多時唔係因為你變得自制力差，而係因為你嘅大腦已經長期處於高刺激、低恢復嘅狀態。所以健康管理第一步唔係追求更多，反而係學識減少。減少令大腦不停興奮嘅習慣。作者提出一個觀點，我非常認同。真正令人快樂嘅事情，往往都唔係最刺激，而係最平凡。例如一餐自己煮嘅飯，同朋友傾下偈，夜晚早半個鐘瞓，呢啲事情唔會令多巴胺爆發，但會慢慢建立另一套系統，令你真正感到平靜滿足嘅系統。作為營養師，我一直相信一句說話。健康唔係每日都做到100分，而係每日都比昨日平衡一啲。如果你想改善飲食，唔好第一日就戒晒所有甜品。如果你想改善睡眠，今晚早15分鐘上床已經係進步。因為真正能夠改變人生嘅，從來都唔係一次巨大改變，而係好多微小習慣。日積月累，未必會令多巴胺即刻好興奮，但佢會慢慢改變你整個人生。所以我好鍾意作者最後帶出嘅意思：人需要多巴胺，因為佢令我哋進步，但人更加需要知道幾時停低，識得欣賞已經擁有嘅一切。所以今日呢條影片，我希望係呢一句：真正嘅健康唔係擁有更多，而係當你已經足夠嘅時候，你自己知道。當你唔再因為每一次廣告而衝動消費，唔再靠甜品、購物、短影片填補情緒，你就開始重新攞返人生嘅主導權。多巴胺唔係敵人，佢係人類進步嘅引擎，但方向盤一定要握喺自己手上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，越聽越健康。我希望透過最新嘅營養學同埋我20年臨床營養工作嘅經驗，陪大家拆解更多健康迷思，幫你用科學而唔係靠運氣照顧自己同家人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